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哋三江交匯處啦。Hello， 大家好，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後防，我係一鳴。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三江交匯處咧，我而家所在嘅位置咧就係珠海嘅石柱門地塊。介紹下喺呢個3.6公里嘅範圍內，點解吸引咁多港澳人喺呢度居住？包括好多華僑亦都翻嚟呢度居住。咁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啦。無論佢嘅配套啦、基建啦、交通啦、醫療啦、教育啦，都係非常之完善嘅。咁我身後呢個咧就係會展中心啦，分為 A 館、B、C、D 4個館嘅。咁每年亦都有好多國際性嘅大型嘅展覽會啊、會議啊，都喺呢度進行嘅啦。嗱，身後興業銀行啦、平安銀行啦、金融中心啦、工商銀行啦、建行啦、中國銀行啦，亦都喺呢度落成咗嘅。包括可以睇到我右手邊嘅呢一棟就係會展中心，好似我哋嘅瑞嘉酒店啦、喜來登酒店啦，亦都喺呢度落成，已經好多年嘅啦。嗱，我喺左手邊咧，呢一條咧就係前女路啦。咁對面咧就係澳門，可以好清晰咁睇到觀光塔啦、葡京啦、13浦啦、媽閣啦。咁呢度係屬於澳門西運橋啦、濠江啦，係嘛？咁再過翻嚟咧就係我哋橫琴嘅金融島啦。可以睇到係咪好似個上海嘅浦東咁，非常之清晰靚仔。咁呢個三江交匯處佢嘅地理位置、地理優勢咧就非常之好。咁今日我哋就帶大家遊車行喺呢個3.6公里嘅範圍，同大家逐一去介紹生活喺呢個片區佢嘅方便性、佢嘅便捷性同埋佢嘅安全性，包括佢嘅配套，去詳細講解嘅。就我哋上車嗱，而家就帶大家遊下車行啦。可以睇到我哋左手邊咧就係珠海會展中心啦。嗱，睇到呢啲紅旗未？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幾個大字啊，包括我哋呢個中院嘅一個大劇院啦。嗱，呢度就落成到非常之完善嘅啦。嗱，俾個先俾個鏡睇下呢等珠海最高嘅樓咧，就係國際會展中心啦。咁平時咧好多外地人過到嚟都係呢度居住嘅。咁包括而家節假日你可以睇到路邊都停滿晒車，包括佢入邊停車場全部都係爆滿噶啦。呢一區咧咁目前嚟講係非常之旺。嗱，隔離呢個咧就喜來登酒店啦。目前節假日咧就係1000幾到3000幾不等住一晚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喜來登酒店。咁我哋再往前咧，就係去到中海啦，去到中海嘅E 區啦。咁佢成個中海咧係分為5個區 A、B、C、D、E 5個區嘅。咁前排呢一個咧就係佢嘅雙墅啦，就係別墅啦。咁目前前邊第一排係賣晒噶啦。咁呢一個區咧就係 E 區，全部係睇一線海景嘅。目前賣緊嘅嗰個 size 咧係有131、169平方、218平方同埋223平方嘅，係啦。咁呢一區咧就係 D 區啦。咁 D 區咧就已經全部賣晒嘅啦。而家目前入住率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對面呢座山咧就係馬騮洲山，咁後期咧就係攞嚟作為一個公園嘅。嗱，再俾個鏡頭睇下個 E 區。我哋而家咧就係呢個十字路口嘅交匯處，咁呢邊咧就係 C 區啦。再往前兩個咧就係 A 區同埋 B 區，咁呢個就係成個中海環爾城嘅一個區域嘅分佈啦。咁目前賣緊嘅咧就有 A 區。嗱，68平方嘅兩房啦，129平方嘅可以做到4房啦，99平方嘅3房2廳2衛啦。咁而家都係賣緊嘅啦，就呢一區啦，係啦。咁我哋掟個彎咧，就去到會展中心嘅另外一面啦。對面咧就係勤澳新城同埋華發商都啦。目前呢一區最大嘅一個商業。成個華發商都咧，佢係分為3期去運作嘅。一期咧就係 A8喺啱先會展中心嗰度。咁而家對面呢度咧就係2期啦。
嗱，我哋而家喺紅綠燈前邊呢一個就係會展中心嘅另外一面。嗱，好清晰嘅可以睇到咧，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幾個大字啦。呢度就目前發展嘅成個區域。咁而家呢一區咧賣緊嘅價位喺過去同而家係相差好遠嘅。以前賣緊有4萬幾啦，甚至乎5萬啦。咁而家都係3萬打頭，2萬幾。睇邊個樓盤咯，睇翻佢嘅景觀啊、朝向啊、樓層啊、間隔啊。咁喺而家等呢個紅綠燈呢個時期，同大家介紹下對面咧就係華發商都嘅3期啦。成個3期咧一排過去，全部都係。咁樓上嘅咧就係住宅式嘅公寓，都係細則嘅，比較好租。好似我哋2期咁啦，佢上邊嘅四季廣場咧，目前租緊嘅個價位都係3500起步嘅，當其時都係百零萬一套。嗱，咁我哋而家掟個彎入去會展中心呢度，就嚟到我哋嘅 A 區同埋 B 區。嗱，呢度咧就經常會有，每一個月都有展覽嘅，大型嘅展覽，咁都係喺呢一區嘅啦，係啦。包括好多大型嘅會議啊，都喺呢度進行嘅。你有冇睇到佢成個形狀咧，好似籌底咁嘅？咁呢一區咧就叫做籌底。嗱，呢度就係成個會展中心，我哋已經掟咗一個彎噶啦啊！可以睇到下邊啲商鋪咧，全部開晒，包括可以睇到嗱，呢一間咧就係澳門嘅二手車啊。咁點解會開到呢度嚟咧？咁而家幾乎都係珠澳一體化噶啦，咁所以非常之便利啊！好多大陸嘅朋友咧都已經買港澳車啊，咁南下北上啊都係非常之便利嘅。包括我前邊呢個咧就係私立嘅一個學校，全封閉式嘅，同小學、初中、高中都有賣嘅一個希望之星嘅一個校區啦。咁可以睇到前邊呢一排就係接送小朋友嘅一個車，全部都係封閉式嘅。嗱，呢邊咧就係會展中心嘅一個 C 區啦，C 區嘅一個區位。呢個學校佢嘅招生能力都非常之強嘅喎，所以可以睇翻佢嘅師資都係非常之 OK 嘅。嗱，而家目前都有好多學生啊喺呢度等住了解呢個學校。OK， 咁喺我哋正前方嘅咧就係勤澳新城啦。勤澳新城有我哋嘅華發銀檢灣啦、粵檢灣啦、四季風檢灣啦，1期到6期嘅，可以睇到成個華發商都3期嘅裝修嗱，外立面已經係完善咗嘅啦。希望喺預計今年嘅10月1號開業嘅啦。上邊咧就租住啦，下邊咧就係商業，所以成個配套咧都係非常之便利。你可以睇到而家嘅成個交通咧四方八達。喺呢一度10分鐘去到人工島嘅港珠澳大橋，15分鐘去到拱北口岸，10分鐘去到橫琴口岸。可以睇到前邊嗰座山咧就係黑白面將軍山啦。等於話呢一區你可以睇到係背山面海嘅，前邊就睇到我哋嘅濠江，後邊咧就係黑白面將軍山。所以成個環境咧係非常之舒適嘅。等個燈口，掟個彎呢度咧就係勤澳新城嘅華發風景。華發風景咧係嗰4季風景咧係分為6期去開發嘅，係咪可以睇到非常之乾淨啊？兩邊又可以停車，除咗我哋樓下嘅停車位之外咧，兩邊係可以有咪標停車嘅。嗱，睇到呢個係4季風景嘅3期啦，係啊，一共係分6期嘅。咁呢邊就係2期，就俾大家好清晰咁睇到目前成個石硤尾嘅一個發展規劃。嗱，呢度就國際海岸啦，可以睇到
全部都係已經售埋晒入住咗噶啦。國際海岸係啦，咁呢一區咧，所以佢住得非常之多。港澳同埋華僑會翻嚟呢一區，因為佢嘅交通配套非常之便利，包括佢嘅成個商業。嗱，呢度就係中環廣場啦，就係另外一個盤，就係中環廣場，亦都係20年、21年嗰時已經交收咗入住咗噶啦，19年就開始售賣嘅。咁再睇翻前邊咧，就係我哋嘅華發四季半島啦。成個華發四季半島咧係分為4個區去開發嘅，亦都帶大家兜一兜啊，睇翻成個片區嘅一個發展。目前呢度二手價賣緊都係2萬幾，26000到27800左右嘅一個價位啦。有細則嘅76平方嘅啦，2房、3房嘅99平方啦，4房嘅131平方啦。呢啲積數目前都有二手喺度賣緊嘅。咁再睇到前邊起緊嘅呢一等咧，呢幾等嘢咧就係華發天匯啦。陣間亦都帶大家詳細嘅介紹下華發天匯呢個樓盤嘅。再去到前邊咧就係灣仔1號，灣仔1號都係賣得即係比較好嘅4代住宅。咁呢一度咧就係實字門嘅一個小學嘅區位啦。實字門小學，陣間我哋去到大門可以好清晰咁影到實字門小學喺呢一區返學咧就呢度啦。實字門小學呢啲全部都係呢一區嘅一個配套啦。咁再去到前邊咧，帶大家睇翻個華發商都嘅2期，佢嘅商業全部都開齊噶啦，包括永旺超市以昂即係已經都係全部入住咗，非常之滿噶啦。有好多即係衣食住行嘅嘢都已經完善咗。永旺超市咧，咁亦都好多進口嘅嘢賣啦，包括國產嘅啦。周邊嘅呢啲酒店公寓都全部都係有齊嘅。咁而家嚟到嘅係我哋嘅第2條車道啦。呢個就係華發商都嘅2期。陣間亦都會有好多入邊嘅商家會展示到俾大家睇嘅。包括永旺超市買餸購物我哋平時嘅生活包括食嘢睇戲揼骨全部都齊全嘅啦。過往早排亦都有啲人話實字門係一個鬼城喎，冇咩人住嘅咯，配套又唔齊喎。咁所以今日就係現場帶大家去睇翻佢嘅成個配套究竟係完善咗未？住嘅人多唔多？喺呢個環頭生活方唔方便？呢一個就係華發商都2期，可以睇到門口咧就係珠海嘅輕軌站。喺呢個輕軌站咧就可以坐車去到橫琴啦，去到國際機場啦，去到珠海站，跟住接駁我哋廣州就可以去到全國各地㗎啦。就喺商都嘅門口。即係如果住呢一區嘅話，樓下就係輕軌站啦，可以睇到 KFC 啦、N 記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有齊晒嘅啦。而且樓下咧亦都有銀行啦、櫃員機啦，非常之便利。咁呢一度呢個商業咧，就係時代中環廣場嘅一個商業，就會比華發商都細少少。咁接落嚟再帶大家睇下而家推緊嘅呢個細則嘅第4代住宅。我哋好清晰可以睇到華發天匯港式精奢，放大一下，線先放大一下俾大家睇睇，睇唔睇得清？OK， 幾個大字，好，再縮細。呢度就係灣仔1號，亦都係非常之靚仔灣仔1號同華發天匯咧係一路之隔。目前我哋喺嘅呢個路咧就係南灣大道啦。咁我哋而家掟個彎過到華發天匯，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呢個盤嘅。咁就
有58平方嘅2房啦，有80平方嘅3房啦，售率超過100%，所以而家喺度起緊啊！佢嘅收樓時間咧就係2028年收樓嘅，仲有年幾嘅時間。呢個第四代住宅咧，近期從上個月開始咧都係推得非常之行，咁亦都係受到好多港澳人士嘅關注嘅。